来乡亲啊，这个南投德山年车雨水充足，这个贵德啊笋大出，每台斤大约是18块，而且有产销的履历。爱食贵德啊笋的乡亲唔通错过。去到贵德啊笋的出产期，来到德山镇的菜市啊，容易当看到真侪摊伫咧卖贵德啊笋。今年因为雨水有够，互贵德啊笋的产量比旧年更较济。 每年的3月，差不多3月20左右就开始咱的主产的贵州笋的生产，差不多延期到时间到5月底。德山镇公所长期辅导菜市仔做德笋的推广计划，互民众会当了解贵德啊笋的生产过程，互消费者买安心。欢迎来竹山玩哦，吃吃贵州笋，让您感觉到哇，竹山的贵州笋怎么这么好吃？ 今年3月到5月，就是贵德啊笋的采收季，即马农民都已经开始采来卖，有产销履历的感觉。欢迎爱食贵德啊笋的民众会当来德山镇买。 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